我是柯兴竹。先开始，咱今来关心风台。中度风台小犬的暴风圈已经接触到台湾陆地。今日除了八八机、桃园照常上班上课以外，其他的所在今日全拢停班停课。气象署是表示，过去3点钟，风台看起来是停伫原地踅壳啊。那风台的中心伫8点左右已经通过恒春半岛甲台东的南部。气象署是提醒讲，当地就会透14级以上的强阵风，乡亲爱细致。咱同齐来听气象署伫拄则8点40针对风台上新的说明。太平洋上第14号台风小犬，目前暴风圈正笼罩花莲以南地区、台中以南地区以及澎湖。今天台风正显著影响我们，提醒大家多留意。中度台风小犬，它在过去昨天晚上经过兰屿的时候，给我们兰屿气象站带来了破坏性而且是创纪录的强阵风，达到每秒95.2公尺的强阵风，是17级以上的强阵风。它在通过兰屿以后，就开始向西南的方向移动，甚至凌晨到现在都呈现滞留打转的现象。它目前的位置已经来到了鹅銮鼻东南东方大概10公里的海面上。它的强度稍微减弱一些了，中心强度稍微减弱一些，但是整个7级风暴风半径还是250公里。我们目前预估它未来路径在上午的时候会从恒春半岛，甚至掠过南方的近海向西移动。在今天白天呢，随着台风中心逐渐向西移动的过程中，其实大部分地区依旧维持这样的强阵风，可是台南以南的地区还有马祖风力还会再增强，平均风会增强到6到7级，最大阵风会增强到9到10级，这是今天上午的现象。而中午以后，大部分地区的风力其实都是会持续的。